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人在。对面加拉两枚回来红布去向亚康讲，因无穿防护衫上飞行机，这款行为上悬爱罚到30万。屏东的平安病院行政副院长，伊爬山时阵失踪10天，在今日也追到人，只有淡薄受伤而已。北韩新人已经甲南北韩联络的办公室封掉啊，南韩青瓦台也召开紧急国安会议。第日昨也就是15。国内又搁增加2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而且是对面加拉返来台湾的一对翁仔某。这对翁仔某讲因有穿防护衫，也有挂嘴罨，所有人甲亚康讲根本就在讲白贼话。疫情指挥中心也去调监视器，确认只有挂嘴罨之一，而且暗卡疫情上悬会当罚到30万。伫电机口的相片会当看到正边头前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虽然敢若翕到较接片，毋过看出来坐飞机进前并无穿防护衫，伊就是拄孟加拉返来台湾确诊武汉肺炎的迄对翁仔某，毋但互国内连续13天无人确诊的记录登去，嘛暗卡无穿防护衫的坐飞机的事实。我去调了一些录影带啦，还有一些照片啊。那目前大概是看到是说都有戴口罩，但是的确是没有穿防护衣。2个人拄孟加拉坐飞机到吉隆坡，这个转机返来台湾，专程干那挂嘴罨。当然，伫咧马来西亚机场甲港庆的人做伙翕相嘛是共款，毋但无讲到因捌确诊，而且沿路佫一直加扫，互捌甲因接触过的人，拢感觉真紧张。机场在飞机上都没有穿啊，然后再咳嗽。这是我所得到的信息。因为他们确诊了嘛，所以我就必须要按照规定，我必须要隔离14天了，所以我现在不能去上班。这对翁仔某若像暗坎病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表示，而且地方卫生局来追查，敢是超过伊回报不了事，因为照规定，传染病或者是疑似传染病病人甲相关人员，若是无老实配合疫情调查，会当处罚6万至30万。毋过也是互人真烦恼，敢会变做台湾防疫的空棒。有关它的风险，因为它从发病到入境已经超过了应该是20天左右了哦，所以应该是传染风险是比较低一点啊。那再来就是说他这个也有戴的一个口罩，所以我们大家也会再确认他是不是在飞机的时候坐飞机的过程有没有全程戴口罩。毋但无穿防护衫，太太嘛敢若经过一届采检阴性就返来台湾，无符合伫咧国外台湾人确诊返来台湾的条件。照规定，若是治病或者是疑似治着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无遵守指示，而且有传染其他人的可能，会当处罚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上悬罚200万。若是甲个案共班机，前后2排乘客26个人，共款是维持居家检疫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北京，因的武汉肺炎疫情又搁爆出来咯。对10日开始，因的感染人数又搁增加到106人，也宣布北京这时阵进入战时状态。这波疫情也引起世界卫生组织中重视，认为这是重大事件，希望中国就要公布病毒基因序列。北京熊熊爆发疫情，引起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重视。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当地咧调查发生的源头甲程度，熊熊发生这个卫生事件，这篇主任莱恩认为讲，这是真重大的事件，希望中国会当公布病毒的基因序列。And we fully expect that China will, in the normal course, publicly put those sequences, as they have done in the past, on publicly available websites. WHO 会遮尔关心，并不是无原因，因为北京的疫情要是真严重，卫生发地市场爆发群聚以来，未少市场小连续传出疫情，亲像讲热天，刀锋连菜市场嘛关起来，西口里的社区嘛有管制，民众敢若会当排队买民生用品。全市共消杀农贸市场276家，关闭地下、半地下农贸市场11家，完成餐饮服务单位消杀33173家。官方开始食品安全大检查，针对捌出入相关市场的民众，马拢要求爱做核酸的检测。搭简单的布棚，就成做临时检测站。天气热协，对穿防护衫的工作人员来讲是一项考验。为着要阻挡疫情扩开，北京市政府嘛要求客停车、顺风车停止出境的业务。各方面拢真谨慎，因为这5天以来，确诊的人数已经有106个人，而且佫影响到边仔的城市甲省。要若疫情敢会大爆发，专家认为讲未来3天是关键。未来3天。北京报告的病例数，决定了这次疫情的这个走向。那么，对于那些已经感染的病人，
这个要发病的话呢，这个也就是在呢这个明天后天这2天。即马北京确诊的人数愈来愈多，原本已经关起来的小汤山病院，敢是有重新启动的需要？吴尊友认为讲爱有准备，这是病源是为倒位来的，目前也都伫咧找答案。记者综合报道。若准比起外国，咱国内疫情是相对稳定。也若讲到边境当时会当解除封锁令，卫福部长陈时中在今表示，会打算先开放商务旅行，不过要开放边境的国外旅游，恐怕是真困难。北京阁爆发武汉肺炎疫情，5天内底确诊数超过100例，加上北京是即阵2花在疫情之下开放航点之一。卫福部长陈时中讲，北京疫情后 WHO 列入重大公卫事件，会影响台湾边境开放时程。对于台湾的影响相对的小，因为我们对于边境的政策是采用台湾的我们台湾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是把它弄到现在目前来讲应该是滴水不漏了，所以是没有影响。不过对于未来开放的脚步，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解说，但是中是对台湾边境对中国开放部分，无同国家依照疫情会有无同的风险分类。离边境管制什么时阵会放松？但是中讲第一步会对商务、经贸活动来进行，即阵才伫研究。对着经贸产业、医疗这特定人士缩短入境检疫天数的方案，来台商务人士以外爱伫防疫旅馆接受14天检疫，期间会进行会议。若持有呈现阴性的 PCR 检验报告，会缩短隔离时程，有加分做5天、7天，这无同方案。而对口厂商必须提出防疫计划，包含防疫旅馆选择，也有可能在特定地点接触的人员名单，确保甲社区中间有适当区隔。指挥中心17日公布。隔大概14天，大家都兴致缺缺了哈，认为那样的时间非常的长，所以我们也在研议，针对特定的人，就有关于经贸产业、医疗等等的，我们会想要把它时间缩短来。对于民进党立委提出组成国际旅游联盟进行外贸甲观光产业提议，但是中讲即阵要开放旅游以外有困难，不过以开放特定地区国家有互惠认证为考虑方向。第一波开放边境旅游国家，以14天内底疫情确诊加发生率资讯相对透明国家为主，即阵议员继续伫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对6月初7大解封了后，民众也开始出外行大，就让发现讲国内旅游的饭店计划也开始一个起。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讲，真爱登到市场机制，不过也会甲工协会协调，希望计划合理、品质又个稳定。黄金金的爱文山啊，切一块一块了后，掺入去料理。上阵各路市场复苏，饭店犹太的活动是一波过一波。无论是食也是住，拢有促销的活动。不过有民众发现讲，顶一日因为疫情促销的介绍，即马拢找无啊。以北部捷运站边啊5星级的饭店做例，原本订房促销敢若爱2000外，不过即马注文已经起到1枚4000外。肯定是4月底订的，还有比较便宜，便宜差不多50%呢。它跟以前比50%半价。疫情时期就是比较便宜。对，比较便宜，对。看的那几区其实都差不多，都在那个地方。都是那个弹性区间而已，差不多。旅游业者表示，饭店的介绍本来就是有起有落，需求较济的时阵，介绍自然就会起。虽然介绍比前几个月较悬，不过5日节连续假期，饭店的生意也是真好。台南甲垦丁真有名的饭店，差不多拢互注本了啊。端午连续假期的订房目前有来到90%多，接近客满了。那饭店现阶段一样会以政府防疫政策为优先。有时候在所谓的一些假期，它的价格是折扣比较少，那平日的价格比较多。我想这个是一般业者对这个价格的策略上的调整。各路市场有希望会当全面复苏，加上7月份安心旅游补助实施，各拄着休热是大月。有民众发现讲，休热订房爱用原价才会当有补助，烦恼各路房价可能会起价。交通部表示，大月本来介绍就会较悬，希望业者爱自我约束。那现在当然需求增加，那价格也会起来，我们希望说还是维持在一个正常的市场机制，最重要的是 CP 值要高，那不要就是去杀鸡取卵。交通部表示，会甲旅游相关的工协会来协调，希望业者会当好好利用这届的补助，维持合理的介绍，甲民众对各路市场的信心搁找到转来。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的振兴三倍券伫7月15就要施行咯，不过电商平台的使用范围犹原有争议。经济部表示，犹原以实体店面的消费为主，电商平台只有开放3大类，包括着艺文表演、体育比赛甲旅游活动。另外，线顶的公益捐款也是会当使用。我现在做团购了，然后有人要来跟我取货这样。三倍券到底倒一寡电商会当用？网络团购的业者嘛三无涨，就惊讲去用排除会去影响到业绩。不过业者强调讲，因为实体店面，不过主要经营方式伫咧线顶，不是干那做电商。我就是在做网络的，所以我不喜欢，我觉得这样对我们不太公平。我们有实体店面呐，因为我们还是以网络为主，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收那个券，我们现在很搞不清楚啊。现在当然是线上，对我其实很少去实体店面买，但是如果真的去实体，就是可能吃饭呐，就一定会去餐厅。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表示，进行三倍券，大原则是排除电商，不过有线顶付钱、实体体验的厂商会当来入去适用的白名单内底。目前暂定敢若开放3大类，包括艺文展演、体育比赛、旅游活动。另外，这个讨论佮开放公益团体线顶捐钱，但是公益团体经营电商、网络顶捐的公益消费去向排除，佮有线顶小量电商和无参加定帮帮的电商，暂时拢排除伫咧电商名单内底。线上购物本来就都不在我们的范围内。捐款这部分可能还是要由目的地的主管机关去看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认列进去。振兴券它其实可以有双轨多重的表达的方式，大部分的公益团体在开店上都非常的谨慎，店可能就是开了又关，这个门店的成本很高，所以公益团体能实际开店的其实不多，电商被排除在外是非常可惜的。经济部表示，电商白名单还阁请各事业部的主管机关来审查，名单也阁伫咧处理，还未做最后的定案。确定了后，会阁对外正式公布。若是真正有争议的适用范围，像讲学费、挂号费、上提回收票、手机啊、叫车、卖菜券等等，暂时拢列入去稳准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劳动部最新的统计，放无薪假的企业比顶礼拜又阁增加60间，人数增加1000多人。目前已经有29800多人伫咧放无薪假，其中伫咧宜兰的制造业，有企业因为欧美国家订单全部取消，连带受到影响，一下就通报200人放无薪假。商场空空拢无人，疫情大影响全球经济，也影响咱各部分企业接无欧美国家订单，冲击外销。劳动部公告上新减班休困，也就是放无薪假的劳工人数。东西区地制造业、化学工业比顶礼拜新增加700-600人，实施减班休困，超过金属机电新增加的人数。制造业加起来已经有15000多人减班休困。亲像宜兰也有单一厂商的200多名劳工，红减班改做一礼拜只要上班4天。这家制造业都是做欧美订单的，那因为欧美现在目前疫情还是没有趋缓嘛，所以相关的订单就减少，它工作量也减少。目前通报有200多个。以整体来看，6月16公布的减班休困企业，全台湾总共有1323间，人数有29838人，依然创下10年来的新高纪录。不过，随着国内旅游复苏，本礼拜休大餐饮旅游业的实施，企业家数也算平稳。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旅游，大家就是有信心出来就是做消费，所以这一块住宿餐饮是比较趋缓。以县市来看，台北市实施减班休困的企业家数382间，是全台湾上多。不过有比顶礼拜减少将近10间。台北市劳动局讲，伊愿以批发零售业、门市店员是上多。不过下来下礼拜就是5日水，生活幅度恢复正常，年假的内需消费将是参考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以及着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日做伙去到高雄啊，要促进国内观光振兴当地经济。也因为经济部长沈荣津要做伙去，外界拢认为讲，伊就是未来行政院副院长的人选。不过证人却是拢无来表态。为了振兴国内观光经济，总统蔡英文最近真骨力去地方的景点，16国家行政院长苏贞昌做伙去高雄的老街，要替当地受到疫情影响的店头增加人丁甲生理。这个疫情期间，当然是9份这个地方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嘛，哈。那我也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来这里走走，一方面让我就地重游，那一方面呢也可以跟院长一起来鼓励大家多出来消费，四处走走，到处吃，到处买。蔡
总统食芋圆甲肉圆等等在地好料理，嘛体验泡茶。也那即届，除了行政院长苏贞昌、经济部长沈荣津、甲交通部长林佳龙拢有斗阵去。外界嘛关心讲，若单期卖参加高雄的补选，副院长的职务是啥物人来接？有上强物质上之称的沈荣津，就互看作是上有可能的人选。不过伊本人是表示讲，并无收到通知。我们经济部长在这儿，今天就是要拼经济，所以经济部长有来。现在我们的副院长是陈其迈，陈其迈还在位置上，不能去讲什么代替的人选。我们预计明天民进党要处理提名的问题嘛，哈。那我相信你们明天也会在现场，我们明天再说好了。补选的人选伫咧拜三就会出来。另外，外交部驻外人员的面试，统一的计划内底，并无出现台湾。外交部甲行政院拢强调讲，并无禁止使用台湾这个字。总统蔡英文是回应讲，大家拢真关心讲，台湾伫咧国际会当互看到的机会，也佫有辨识度。无论是护照或者是面试的问题，行政院已经组织专案小组来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在今透早登到高雄中学参加毕业典礼，预估明仔载又是伊家己的毕业典礼，真有可能是宣布辞官参选。因为国民党要选市长的人是到今也未找好势，不过因已经找好补选议长的人选啦。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高雄中学的学弟真捧场，毋若找出较早陈其迈的大头相片，也夹着伊进行市长竞选的旗仔，互陈其迈笑甲真欢喜，也有估家己即要参加高雄市长的补选。今天的毕业典礼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明天我也会有我的毕业典礼，我相信。伫国民党这边，在市议员李嘉诚表达有参选意愿了后，黄晓婷也表示，若是党定调，愿意承担。伫中选会已经公告，参选人必须在6月20到24中间登记，到时阵人选就发布明朗。伫国民党高雄市党部成就议长的人选部分，调集议员协商，最后是推派资深议员詹丽燕。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议员对我的支持，让我胜出。谢谢大家。不晓得国民党为什么这么心急，跑得这么快，不会在适当的时间来推出议长的适当人选。民进党在议会有25席，国民党有32席，无党籍甲时代力量也有大连甲亲民党才总共8席。有多数优势国民党推派詹丽燕要来参选议长，不过最后是发度真正守住议长这大位，无党籍票数的真最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头的天气拢真热。伫咧花莲的光复乡富源监测站，在今下晡就出现39度的高温，也是今年上届高压纪录。中央气象局也头摆对花莲发布红色灯号警戒。全台湾各地是热假。花莲县光复乡富源观测站下晡1点亮出全台湾上高温有39度，嘛创下今年以来全台湾上高温的新纪录。中昼的时阵，天气是热甲，互人冻袂调，室外是拢无看人影，民众大部分是伫咧室内较凉。那我是说，如果出门的话，会做长衣服的一个穿着。会啦，戴这头部要戴斗笠这些。啊，头部要戴斗笠了。就是也很闷啊，也没风。也没风。对，就是很热，然后往年都没有这么热，就今年特别热。咱若台中大甲马回銮已经到嘉义西咧，真侪信徒一路对咧行，因为气温有到33度。虽然民众有挂乌仁目镜、手笼甲帽仔，也是袂当咧日头安尼晒，甚至有人讲热甲头戆。高温考验着信徒的体力甲耐力，当地民众是真大心，到野水互因降温，互因感觉较凉淡薄，嘛送凉的互因补充水分。因为这一个路段树荫比较少，然后请各位香客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湾各地出日嘛真热。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的警讯，针对新北市、基隆市、台东县等7个县市发布黄色的灯号，台北市是柑仔色的灯号。值得注意的是，花莲县加做全台湾今年头一个是红色灯号的警戒，有可能会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那预计这样子稳定的天气形态一直会持续到星期4，在这段期间会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是晴朗炎热的天气。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相当局限在山区。根据中央气象局的统计，
16全台湾各地高温前5名，除了第3名伫咧台北市的中正区，其他高温的地区拢伫咧花莲。也若卫福部统计资料是显示，今年6月到15为止，已经有250个人次因为热伤害去予医生看。也若去年6月份累积是467个人次，今年这个数字恐惊会搁较悬。中央气象局提醒，好天烧热天气的形态会延续到拜四，提醒民众若出门都要注意热伤害，而且要补充水分。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的平安病院行政副院长杨兴正，找来甲朋友去到义来乡的平集山爬山时阵，却因为迷失路径失去联络。经过10天的搜救，在今仔日伫尖刀尾溪有甲伊找到。虽然讲伊有受刮伤，不过伊的意识真清楚，也已经送到病院治疗啊。搜救人员利用锁啊，甲直升机甲伤者送落山，结果转往病院去治疗。谢谢。家属一直对搜救人员说多谢，这个伤者是屏东平安病院的行政副院长杨兴正，伊伫找6个朋友去来义的平集山去爬山，结果唔知路失去联络。相关单位出动上百人次，经过10天的搜查，终于在16早起甲人找回来了。是溪水吗？失踪10天拢无食物件，敢若靠啉水甲念佛经。虽然讲头壳有受伤，不过人真清醒，即阵正伫病院治疗。胸椎跟腰椎有一些的压迫性骨折，那并没有内出血，10多天没有进食，算是非常好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半天的一个践行的一个路程，他走在最前面，可能是跟大家走分岔了，从迷路的地方要走回来，可能又走错。根据了解，初6早起，杨兴正甲朋友去爬山，伫悬700公尺所在休困，并且甲伊讲要探路。中途陆续传信息讲家己找无路，绊倒，也有会行转去溪仔边，所以搜救人员依照这线索找人。不过这几天山区落雨，搜救困难度增加。加在16早起，伫尖刀尾溪瓦群瀑布所在找到人。有专家讲，爬山失踪生还的个案，大部分有符合几项要点。他有医学常识，他本身就是基本的概念会有。下雨反而有点好处，有水嘛，而且他本身就在瀑布旁边。他快4点的时候还有打电话说：“哎，我现在在溪边，600公尺左右而已啊。”所以说，早晚的温差不会很大，尽量在原地，然后利用你的手机的看有信号求救啊，然后等待别人来救你的机会，这样会比较大。山高协会提醒，山顶的气候状况多变，千万唔通看轻任何一座山，也莫家己一人去爬山。而且在每一摆爬山进前，拢要做好行程规划，装备整理甲野外这知识，才法度平安出门、平安回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敌群当中不幸过往的铁路警察李成汉，伊老爸也伫车时过身啊，在今仔日举办告别式。内政部长徐国勇也亲身去给念香，而且也表示讲，警政署已经请律师团要协助家属拍离心的官司。但是爸爸，你一生的付出。铁路警员李成汉因公来殉职，伊的爸爸伫咧车时暗时嘛不幸来过身。家属16举办李成汉爸爸的告别式，场面是真哀伤。那是李成汉的妈妈，一年之间送走后生甲翁婿，人真悲伤。即马就连火车嘛唔敢坐。那我无倒去，即马拢拜托因迄落啊。两开车我嘛即马嘛唔敢坐车，因为开一届我就艰苦一届。李成汉爸爸的公祭各界拢来哀悼，包括内政部长徐国勇、警政署长陈家钦，还有家己市长黄惠敏等人，拢来送伊上下尾一程。徐国勇阁表示，警政署甲律师团会全力提供家属协助，而且继续关心诉讼后手的发展。检察官他们的诉讼手段会去让他们赢好，那我们也有律师团来帮助签署。铁路警察李成汉去用毒死。1审的时阵，被告去用认定治疗思觉失调症，伫咧犯案的时阵失去辨识能力，互判无罪，引起外界争议。李爸爸搁伫咧1审判决出来了后，心情真郁卒，身体有病痛嘛，歪去互医生看，落尾不幸来离开。目前专案进入2审，伫咧准备庭，检察官甲律师拢主张被告爱定做精神鉴定，来查清楚被告犯案时阵，敢是思觉失调症来发作，无法度控制。法官是表示会搁甲合议庭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话说分明。北韩在今下晡雄雄甲开城南北韩联络的办公室用炸弹崩掉。南韩统一部证实讲，北韩伫当地时间下晡2点49分的时阵，甲办公室毁掉啊。南韩的青瓦台也随召开国安会议。
北韩开城工业区一直穿白烟出来，看起来无正常。伫咧山崖当中变做真剧烈的对比。朝野半岛局势紧张，南韩统一部16日下晡证实，伫咧开城的两韩联络办公室已经去互北韩崩破炸掉。南韩军方提供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建筑物倒去的状况。A source from the South Korean military said there was explosion with smoke coming from the area around the Kaesong Industrial Complex at 2:49 p.m. 北韩朝中社甲朝鲜中央电视台就随做真大的报道，表示北韩顺应民意，要互唔食人、甲许可唔食人行为的人付出代价。这应该是咧讲脱北者进前伫咧两海边界分这个反对北韩的广告单，若是去互炸掉的两韩联络办公室，是2018年头一届文金会了才启用的，这19个月都无啊。南韩统一部目前也未对北韩的举动做出正式的回应，表示首年政府需要搁较侪细节来评估局势。青瓦台嘛紧急召开国安会议，而且向北韩提出合作，强调讲总统文在寅去年提出第4届文金会提议也是有效。中国外交部是回应讲，希望朝鲜半岛维持和平稳定。朝鲜和韩国是同一民族，作为近邻，中国一贯希望朝鲜半岛保持和平与稳定。北韩的动作唔是无报头，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也就是北韩劳动党第一副部长的金武正，13日已经呛声，要互完全无路用的两韩联络办公室变作白地，伊个干那3天就来行动。北韩军方嘛，伫咧16日早起表示，两韩的关系愈来愈歹，军队已经准备好啊，会赶紧执行党甲政府的任何决定，而且按算伫咧两韩非军事区重新部署军力。北韩要派驻军的所在，就是经过南韩的开城甲金刚山地区。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第15也超过800万人。英国伦敦的卫生加热带医学院对外表示讲，70岁以上的老大人，也佫有大考或者是有心脏病的民众，感染武汉肺炎的风险会比别人较悬。专家也提醒讲，若准有预防车，这寡人就爱大声去做。伦敦卫生甲热带医学院的专家针对有糖尿病、血部疾病、艾滋病带源，也佫有上过头大考甲心血管疾病等等的族群进行新冠病毒感染了后的症状发展分析，结果发现上过头大考甲有心血管疾病等等的患者，去互新冠病毒严重感染的几率，甲其他人比起来，明显是加较悬。当然，一定占全世界人口超过20%的人，唔是拢会发展做武汉肺炎的重症患者。会有这款的状况，而且需要断医治疗的人数，差不多占全球人口的4%。专家另外嘛发现，20岁以下的少年人甲囡仔，去互严重感染的风险超是4%，比70岁以上老大人的60%是加真多。所以讲，未来若是真正有疫苗会当就市，啊，毋过数量无够的患者，应该互这寡高风险的族群优先来注疫苗。啊，若是伫咧全世界疫情方面，累计确诊人数已经伫咧15超过800万人。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包括巴西甲智利以来拉丁美洲疫情是拖甲真紧，确诊人数目前超占全世界21%。专家烦恼讲，像讲巴西这款的大国，因为体检的范围无够，所以造成真侪稳定的患者，嘛互疫情拖甲真紧。啊，若是排名第1的美国，累计确诊人数占全世界25%。对这个代志，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的体检工课进展真济，才会累积这么济确诊数字。That's probably the downside of having good testing, is you find a lot of cases that other countries who don't even test don't have. If you don't test, you don't have any cases. 啊，毋过川普即届佮甲卫生相关机构来行结果，即摆是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针对原本用伫咧治疗肝疾病、红号做奎宁的 HCG。FDA 认为对治疗武汉肺炎无效，所以撤回治疗武汉肺炎方面的使用许可。啊，毋过川普认为讲有其他国家的实验是有效的。佮针对这个代志公开讲 ，FDA 无互美国的患者分享这个好处。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明年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会延后2个月举办，这也是有史以来第4摆延期的纪录，也是60几年来拖上久才举行的一摆。奥斯卡金像奖主办单位15日宣布，明年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改伫咧4月25颁奖，当片上档资格的季节为今年底延到明年的2月28。入选的名单改伫咧3月15公布，因为戏院关起来，全改伫咧线顶平台发行的影片，即届嘛会当参加。主办单位美国影剧业院的执行长大卫·鲁宾表示，超过1个世纪以来，伫咧上黑暗的时阵，电影总是会甲咱安慰、启发甲娱乐。今年嘛是同款，然后报名的时间甲颁奖的日期，是希望互电影工作者搁较侪春秋的空间完成作品，袂因为像即届的疫情，遮尔重大的因素来受到处罚。
Instead of a film having to come out by December 31st, it now has until February 28th to hit theaters. So it looks like a bunch of films that were in production and had a halt production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now may be able to make it to the 2021 Oscar. 奥斯卡颁奖典礼，永年拢是伫咧2月份到3月份之间举办，是当年雅典颁奖季真大的重点。不过，疫情对全球娱乐产业的制作甲竞赛拢造成冲击。有英国奥斯卡之称 ，BAFTA 英国影艺学院奖嘛延到4月11。因若奥斯卡方向旧金球奖也未公布，敢是要调整。Award season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be a lot longer. Usually we would come back from New Year's Eve and it would be the Golden Globes few days later. Now it looks like probably the Golden Globes are going to be pushed, the SAG Awards are going to be pushed, the Producers Guild Awards are going to be pushed. 奥斯卡历史上已经有过3届延期颁奖，一届是因为1938年洛杉矶做大水，1968年兵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恩，甲1981年美国前总统雷根洪暗杀，为1953年有电视转播以来。明年4月底的颁奖典礼，会是68年来上晚的一届。因若原本定伫咧今年底要启用的奥斯卡电影博物馆，是会伫咧颁奖了后的4月30日揭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的弗洛伊德事件，也引起众人伫咧话讲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款的示威活动。不过13伫咧伦敦也发生一桩白人的命也是命的救援故事，是一位伫咧抗议现场的非洲的查甫人，甲因为暴动受伤的一位白人查甫人刚出人阵。这是伫咧伦敦的天顶所翕到的黑人的命嘛是命的示威行动，演变做示威者甲极右派暴力冲突。一个白人查甫的去互真侪示威者围起来拍倒伫涂骹，一个灰的查甫哈金森冲入去人群内底，甲受伤的白人扛起来，赶紧离开冲突的现场。这段救援的过程嘛，去互路透社的摄影记者翕到。I scooped him up into like a fireman's carry and sort of marched him out with the guys around me, protecting me and shielding me and protecting this guy from getting any further punishment. They were still trying to hit him as we were leaving the scene. 受伤的是白人，嘛是伫咧抗议现场的气氛，去互认定做是大家爱反对的人。To be honest, it didn't influence my decision. It was sort of preserve life, I guess. Human being, we just did what we did because we knew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t's not black versus white. It's everybody against the racists, yeah, and those that don't want true equality. 哈金森讲，美国非的查甫人弗洛伊德去警察缀阿妈棍的迄当阵，若是边仔3个警察有出面来阻挡，弗洛伊德嘛袂死去。弗洛伊德死去，引起各界大规模反种族歧视的抗争。即马伊6岁查某囝吉安娜嘛受到各界援助。吉安娜伫咧 IG po文感谢美国野车芭芭拉史翠珊，今年78岁史翠珊，甲部分迪士尼的股票捐予吉安娜，另外佮送伊2张家己的经典唱片。rap 歌手肯伊斯威特设大学学费的奖学金捐200万，互吉安娜甲另外2个，同款是去互警方执法过当死亡的非的家属，未来有保障。德州南方大学董事会最近嘛宣布，愿意提供专业奖学金，互吉安娜未来读册来用。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日，伫咧台海有2只美国军机，搁在飞经过以外，搁有中国军机出现。咱的空军也随甲中国军机驱离。美国的国防部长艾斯培伫网络强调讲，搁再强调答应过台湾的代志，也会继续深化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伊若讲到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有风声讲，伫咧17日时阵会去到夏威夷，甲中国外交的领导官员杨洁篪来见面。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500公尺空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你向我非常安全，立即回来脱离。中共歼十型战机16早起抵将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咱国空军已广播警告，并且全程掌握，赶紧驱离。美国空军2只空中加油机拄好在同一天分别飞往东海甲巴士海峡。美军甲共军细军一直在台海周边活动。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10号以3篇推特表达美国对印太区域重视，其中更加讲到继续甲日本、南韩、泰国、澳洲等其他太平洋岛国建立更加紧密伙伴关系，维持台湾的民主状况。台湾身为这个印太地区一个很重要的成员，我们会持续跟美国以及其他的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同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地区。
美国最近一直动作，一只运输机顶礼拜二经过台湾西部空隙，就和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林国强批评，美军机无经过中方允准飞过中国领土，是极端次我危险。美中军事的对抗也上升，加上疫情甲香港经济紧张，因讲是到关系上低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摆点名中国，在时间加指出，中国对美国甲其他地区拢造成威胁。Beijing's opaque military buildup, reckless indifference to its internal obligations, and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endanger us all. We all must be alert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hreat to our way of life. 不过，在美中关系恶化时阵，传出蓬佩奥17会甲中国外交领导官员、政治局常委杨洁篪在夏威夷会面，可能就疫情、中美贸易这议题讨论。除了缓解双方紧张情势以外，无排除也讲到台湾问题。而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是改变进前攻击口气，发表中美交往有真高的基础这文章，将是被看作中国态度软化转变。不过，美国中国态度无经过证实，中国外交部是回应双方保持沟通，有消息会通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咱的健康。卫福部公布去年台湾民众死亡原因的统计结果，有原是癌症排伫头名，而且死亡人数又搁拍破英国纪录。另外，15岁到24岁少年家死亡自杀身亡的比例比去年加要3成，咱就要注意这款社会问题。卫福部发布去年台湾人死因统计结果，排伫咧10大死因头名也是癌症。去年总共有50232个人报名，比前一年增加1448个人，死亡人数是搁创新高。卫福部观察，癌症死亡人数大部分拢集中一个55岁以上的族群，占8成5。若是死亡率前3冠的癌症，分别是肺癌、肝癌，还有结肠直肠癌。那去年呢，单是癌症死亡的人数呢，就有50232人。平均呢，每天呢就有138个人呢因癌症死亡。换句话说呢，就是每10分27秒就有1个人呢因癌症死亡。那比呢107年的10分39秒呢快了12秒。卫福部指出，国内受到人口结构快速高龄化影响，那15岁以上的老大人占死亡总人数的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少年人的死因以癌症甲自杀上侪，尤其是15岁到24岁自杀死亡人数明显增加，有257个人死亡，比去年增加47个人。卫福部认为，即卖青少年爱面对的社会比以早更较紧、更较复杂，家长一定要加观察。怎么样增加心理智商啦？怎么样去做一些危险工具的防止？这些以外，我们觉得说，怎么样去做好疏导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就任由青少年自己在网络的环境下长大，其实这样是不健康的做法。心理中指出，自杀率甲家庭组织大大改变有关系。网络时代所提供的错误信息，嘛，互青少年懵懵渺渺，冲动自杀是占多数。要安怎斗相共疏导青少年所面对的压力，还有伫咧校园甲家长设搁较完善的防调措施，嘛显示出青少年自杀防治的部分需要搁加强。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伫6月初5预告校园霸凌防治准则，若是头摆增加网络甲电子通讯的霸凌形态，也甲适用范围分扩到教职员工也有校长，希望伫6月底会当发布，正做去年教师法修正了后的配套措施。袂堪你同学用言语甲网络霸凌，煞因为安尼去自杀。这几年来类似真危险的代志一再来发生。教育部随机抽查全国5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发现讲104学年度有0.8%的学生捌受到网络的暴力，也若107学年度是有1.83%，受害的人数是明显增加。因为安尼，校园霸凌防治准则是头一届甲网络甲电子通讯纳入去霸凌的形态，下用的范围搁扩大到教职员工甲校长。学校里面这个权力不对等的这个教职员工对学生霸凌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有感的。倒不一定是说为了要处罚要什么，家长团体其实还是乐见的。家长团体肯定草案，甲老师对学生的霸凌纳入去。不过，全教总是表示反对，认为安尼是无重视管教的意涵。人本嘛指出，老师霸凌学生会当直接用无适任老师的机制去处理就会使。另外，针对草案以司法改革的会议决议，引入受复式正义的概念甲技巧，人本阁讲安尼是真政治正确。
到底一个所谓的霸凌的处理，我们只看到双方的所谓的之间能够彼此说对不起或原谅，这样就等于一个霸凌的事件的处理吗？很多的霸凌事件跟班级经营文化有关，跟学校文化有关，跟竞争文化有关。也不是说强制一定要修复式正义啊，因为有时候有些两个已经是处得不可开交，或者是已经是很难去做处理了，你要强迫他用修复式正义会有问题的。邦交兰讲，因应科技甲社会的转变，霸凌防治准则大幅度修正，会让人感觉较周至。不过问题是，无专业、无能力，嘛无计划去协助学生来改善校园的文化。那安尼，甲更较侪内容纳入去，嘛是无法度改变目前的状态。会伫咧6月19日，预告期满进前反映修正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黄金海公司拍算伫台东的都兰湾起度假村，伫咧2000年时阵通过环评审查，不过到今拢无开发。在下晡时阵，环保署搁再针对环境的问题初审处案，就考古学者认为讲，这个涂骹底有骨1000年前的富山遗址，就要考虑敢通开发的。环保团体集合抗议，不满按算起伫咧台东都兰湾的黄金海休闲度假村，20年前通过环评审查，即摆才要开发，却唔免搁停做环评，今日需要进行环境现况差异的分析审查，而且嘛，即个即摆经期遮尔摆，业者搁坚持要破坏环境来起这个旅馆。陈年老案要再一次的去僵尸复活一般，这就是一个草地的行为。我们的环保署要助长这种草地行为吗？度假村的基地有11.3公顷，原本规个500间的客房，即马降做450间。用地虽然是黄金海公司的，啊，毋过基地内底有富山遗址甲富山地质遗址，而即马拢有3200年至4200年。专家委员、中研院副研究员郭素秋指出，若是要开发整地，一定会严重破坏到这个遗址。你还会涉及到两处遗址的伤害，跟他们中间。高度敏感区极可能也会发现史前人类遗留的这样的区域里面，如果有更好的选择，其实不应该在这个点。开发单位强调，讲是配合国家计划来起，啊，毋过主管甲相关机关的代表拢无出席，嘛，互环评专案小组的主席感觉讲无哈多相信。所有东西丢给环评委员就对了啊，好像不是这样子啊。这案件环境现况侦查报告2年多进前捌去用提转去，啊，毋过即个重新搁来过，资料说真侪拢无换新。落尾案件去用要求保证了这个审查。环保团体指出，这嘛显示出旧环评无退场的机制问题真大，要求案件应该重新做环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的日月潭，因为受到外来鱼仔、鱼虎的损伤，害台湾原生种的鱼仔拢互食了了啊！当地渔会也甲清华大学合作，利用网仔箱复育，未来也会放300只翘嘴仔甲300只枯藻仔，也佫有上千只罗盘，希望会当因的生态会当恢复。渔民网仔扭起来，认识的鱼仔伫内底跳来跳去，这就是日月潭特有的海莲啊！那另外一边的翘嘴鱼看起来嘛真健康，这些拢是当地的渔民透过箱网复育的成果。卵生出来的时候被我们保护着，然后它24小时或36个小时孵化之后跑出去就跑给人家追了。伫咧南投日月潭边仔的原生鱼类复育场，当地产销班长讲，这是日月潭原生鱼种的幼壳，复育的是原生的海莲啊，甲翘嘴鱼。当地渔民讲，原生的鱼种已经去互外来种的鱼虎影响到生存的空间。它非常凶啊，它几乎无所不吃啊。怎么说？什么鱼它都吃啊，只要比它小的鱼它都吃。鱼虎的体型真大，大汉了后分数会当超过1公尺长，因为伊的个性真歹，加上拢食肉，造成原生鱼种的威胁，嘛加做当地食物链高级的消费者。也若学者指出，原生种的螺鳗毋但真够适应水域，阁是比鱼虎阁较高端的消费者，即个以天敌的方式来阻挡鱼虎族群扩大。鱼虎呢是高级的消费者没有错，可是它毕竟是外来的入侵种，对生态的威胁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呢必须要用人为的方式，让这个整个生态系里面呢，从基础到高级的消费者之间呢，都能够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态系。学者表示，经过统计，为2006年开始，就观测到日月潭的原生鱼种数量减真侪，不过掠到的外来鱼种是愈来愈侪，其中9成以上拢是观赏鱼。渔业署表示，除了即马启动回收的机制，即个放流的翘嘴鱼、甲海莲啊，数量拢是300尾。也若原生种的螺鳗要1000尾，诚做原生鱼种的保护者。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苗栗通宵能源桥卡，有民众去捡到一只拄出世无到2礼拜的石虎囝，民众也赶紧通报相关单位。石虎囝发出悠悠的叫声，出世也无到2礼拜，身躯顶也有胎毛，捡到的民众是一直咧讨论。应该伫附近出事，惊某会出来讨起来对后壁对无着紧。我这讲，这袂咧，这袂出来啊！苗栗县通霄镇生里的农民，15早起9点外去通霄镇福源里龙源桥下骹顺产水的时阵，发现一只石虎囝掉伫咧草埔附近的田沟内底袂紧袂动。农民伫车顶等袂半点钟，拢无等到石虎的妈妈转来，惊这只石虎囝会去互野狗攻击，转家跑去通霄镇的乌门派出所。我们的这个通霄的龙源桥桥下发现到这个阿公的这个小石虎，大概才出生2周，那我想应该是这个母狮带出来哈，那再教他们怎么的觅食，还去找食物了，那也身体稍微有点虚弱，我们就赶快送到这个特训中心安置。兽医替伊做简单的身体检查了后，送去苗栗县农业处。因为石虎囝无法度家己伫野外生活，10日早起，相关单位才阁转送去南投特生中心安置。苗栗县农业处指出，目前也无法度判断石虎囝敢是去互妈妈放杀，也是出去找食的时阵暂时安置。这嘛是今年第2只捡到的活体石虎囝。去年苗栗县实施生态给付方案了后，石虎的通报甲保育是阁较有效率。所队的队长过去，那便是说这个确实是石虎，这样子从发现到通报大约2个小时，他就在后龙动物医院做一个安置了。苗栗县农业处指出，到今年6月中，已经有4只石虎去互落杀，也是发现的时阵已经死亡。石虎的教育慢慢咧推广，在地社区的投入，互石虎的保育豆发挥成效。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草落沙仑地形真水，市政府也根据着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公告指定当桃园市定头一座地质公园，也是全台湾头一座保护沙仑的地质公园。唔免出国，就会当翕出像沙漠同款真水的相片。桃园草蕊沙仑景致是真优美，有台版撒哈拉沙漠之称，而且捌互环境资讯协会选做全台湾9个上值得守护的美丽海花之一。吸引袂少介意摄影、甲网情来翕相。最高的高度可以到10到15公尺。那这个沙沙丘基本上它有保护海岸的功能，可以防止我们的这个海潮的一个破坏，造成一个陆地的倒退哈。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天然屏障。因为河川带来风背沙，而且因为海水有大流甲可流的关系，形成沙轮的景观。草蕊沙轮是东北甲西南向，有8.1公里长。面积有284公顷，是台湾海华沙仑保持上完整而且上宽的自然地景。市府以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6月份公告指定做桃园市第1个地质公园，嘛是全国头一个以沙仑号名保护的地质公园。今天呢，特别把地质公园划设完成，那并且今年完成了第1条生态步道，那年底要完成第2条。那接着我们要设置地质生态教室。涂骹坡茶友啊，规条步道是做甲真自然。市府编了3700万的预算，打造2条自然共发的景观步道，让游客会当体验草蕊沙仑的水，嘛甲草蕊沙仑分做一般区、保育区甲核心区，让独有的沙仑地景资源，阁会当兼顾保育，也阁有佚佗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往来当咧大出，食往来真着时。台南山上乡所种的往来是大龙16号，上届特别是往来皮若准小可变黄，就算9分啊，就会当食咯。水网市面上较常看到金钻往来，毋过台南山上区出产的大龙16号甜蜜蜜往来也袂输人。上届特别的是，甜蜜蜜往来小可变黄，就通食。这个品种稍微果木转色的时候就可以食用了，不要放到后熟。这个品种也纤维质较少，你熟度放得太熟的时候，它容易坏掉，而且那个黑点会容易跑出来。人讲往来头是过尾，食往来毋但爱趁着时，佮爱食往来头较甜。人客若要选家己爱食的往来，建议用手摘一个，用声音来判断就知。以这个品种来讲，大部分农民种出来的果那个水果鲜果的部分也是古生果，都是有回音的。然后你如果弱生果，就是比较沉一点的声音的时候，也就是水分多，然后也不容易那个保存。水分侪甜蜜蜜往来，肉油香甜，气味阁好，食起来酸甜酸甜，而且往来有加丰富的糖类、维生素、膳食纤维和往来酵素，
伫热天食毋若退火，佮通促进胃肠的消化。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河美的新庄社区，普通时会替时大人办活动，前时阵有摆艺术课程，教时大人用面巾凹做翕仔镜形，咱做伙来看卖。甲舅舅甲伫咧这身红仔顶头，甲白虎眼阿嬷无用伫咧创家己的作品。另外一边，老师当伫咧教这个阿公念古水的塔门叶啊，中华县河美镇新庄社区的关怀据点有影真闹热，众人拢咧学用面巾凹做翕仔镜的形体。手熟了，怕水麻了。阿公阿嬷摕完成品笑甲花头喜面，拢讲即摆活动含英过、甲跳舞、办讲座，也阁有耍乒乓的课，真无共款。河美镇新庄社区的理事长讲，受疫情影响，来参加活动的人有变较少，毋过这也是头摆替时代安排艺术课，想袂到大家真捧场，拢参加真欢喜。虽然讲这一小小的物件吼，但是训练讲因的手工艺。因为这只小熊伊看足古水，也用了剩了垃圾，咱阁会使摕来做抹布。这两只花阁会使做囡仔的发夹，都不会浪费到这些东西，所以这就环保。阿公阿嬷学做幼路的翕仔，用一块面巾布、3条树领，佮配2蕊粉红的花，就会使实现生活美学。大家耍甲欢喜，佮有物件通早转去和孙仔佚佗，有影真有意思。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减少使用一摆就拼的餐具，花莲县特别推动不用塑胶友善餐厅认证，鼓励店家避免用塑胶类的餐具。环保意识也悬，即马袂少消费者出去外口食物件，拢会注意到餐具敢是用一遍就单调的，所以花莲已经有部分的店家加入无使用任何塑胶餐具，早早是鼓励顾客砸起内底。我们鼓励消费者就是自带餐盒的话，加量不加价。的确，有的客人会觉得不方便，可是就是沟通。环保局表示，花莲因为无分化炉，所以本数要对源头减量，特别鼓励餐饮业者加入无塑胶友善餐厅，无使用一遍就单调餐具，早早用环保餐具。目前已经有22间业者通过认证。纸杯也不行，塑胶杯啦、免洗筷啊这些基本的，它都不能够使用。那另外呢，店家里面必须要有环保标章的一些清洁用品或产品。规范严格，敢会影响生理。消费者普遍认为无用塑胶的餐厅，等到代表业者伫实在顶管较用心。早早若使用环保餐具，早起内底嘛是一个办法。可能刚开始会有点不方便嘛，可是我觉得如果说已经提前告知消费者，那后续会形成一个准备的习惯。根据环保局委外厂商调查，受到疫情的影响，其实部分的餐饮业者嘛是提供一遍就单调的餐具，所以外送的环保餐具收转来洗爱用的器材加人力，大部分的店家拢搁在观察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日本东京奥运的主场馆新国立竞技场，这个设计师认为讲疫情过后，就要注意通风甲保持社交距离的问题，而且是以钢筋多老街的建筑做根本，当做设计题材。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各个小连续进入后疫情时代，毋但生活形态改变，就连建筑要安怎防疫，嘛成做各国关心的焦点。设计日本东京奥运主场地新国立竞技场，甲高轮结尾车头的日本建筑大师魏延武表示，疫情过了后，不少建筑设計師發現講，即馬建築的缺點都是傷過密閉，真歹防疫。今までの建築家とか建築業界っていうのは箱を作ることで食ってた。でもそれが結局人間を幸せにしな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因为都市的人口较集中，为着讲究工作效率，建筑物大部分拢是密闭性较悬，用少少的空間，互較侪人来使用的形式。不過安尼電腦較會發生群組感染。実はストレスすごくいっぱい溜まっていたし、それからその効率性だって今その IT の技術をもってすれば箱の中に一緒に詰め込まれてる必要なんてなくて、むしろ詰め込まれてることで不効率の部分の方が多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し。以京都老街的建筑做例，魏延武強調講，防疫建築就是莫用箱仔型的方式，愛放棄即馬大樓用紅毛土甲玻璃做建材，改造木材會當通風，而且有較好計經距離的傳統舊厝形式。例えば京都の町屋なんか見ても路地の空間がそのままこう町屋の中にまで入ってきて立て込んでるように見えてるんだけど、格子だったり和紙だったりするから人間としては圧迫感がなくて外と中はもう一体の空間だって感じ
で生活してたんですよね。委员有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全球不少建筑工程暂时停工。伫咧注意到建筑防疫效果无好了后，甚至想要放弃原本的计划。目前日本都市还阁有真侪无人住的厝，不过煞拢无互重视用伫咧遐。实际上，若是好好啊利用，改造做开放、各方便行动的空间，加上远距离办公科技的技术，就会当建造真好的防疫建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明仔载天气是真烧热，伫咧花莲恐惊会热到38度，台北市也有机会热到36度。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朱姨啦。今仔日咱要来讲拜拜会用到的物件，就是金纸。金纸汉字写做金纸，罗马字写做高音金，纸画纸。金第一条，纸第二条。金纸是纸钱顶面有搭金箔的，主要是用来拜神明的。若纸钱顶面搭金箔是金纸，主要是用来拜好兄弟，也是拜祖先的。另外，嘛有一寡金纸会使烧予祖先，不过爱等祖先过身满3年了后才会动哦。咱拜拜时，较常用的金纸有几种，像天公金是上高级的金纸，会使烧予玉皇大帝；寿金是用来烧予妈祖、关圣帝君这级的神明，常常用伫神明生的时阵；四方金嘛叫做挂金，是上通用的金纸；福金就是福德正神金。专门用来拜土地公，嘛叫做土地公金。拜拜另外爱准备的是生礼、菜碗甲素果。生礼有分3升甲5升，一般的3升是用大块猪肉做中央，规尾鱼甲规只鸡做双平。猪肉是上主要的生礼，有一句热客仔话讲：猪八戒拜天公，家己杀家己。讲拜天公一定爱用生礼，所以猪八戒拜天公就是家己杀家己，家己人互相相答的意思。菜碗就是煮好的菜，通常爱用大碗来底，所以叫做菜碗。一般会准备6碗，也是12碗。四果嘛有人讲是5果，这数字唔是讲爱用几种果子落去拜。伊是素食果子的意思，不过有一寡果子无适合摕来拜拜哦，像石茄的形生做像佛祖的头，那摕来拜拜对神明不敬，就较无适合。有一句俗语讲：身过北斗，
才顾辅佐。意思是咱做人爱先维持家己的生活，饭有食饱，再来想要传什么好料来敬拜神明。六金纸、银纸、天公金、寿金、挂金、福金。伫八界拜天公，家己抬家己，先顾北斗，才顾辅佐。熟悉各种金纸的用途，安尼以后大家就知影爱安怎拜啊。今仔日的逐工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